行過路過唔好錯過，全港唯一一個以設計做專題嘅節目，用設計人嘅角度審視呢個世界。The Crazy Ones 唔係呃你，好多人都 PM 話呢個節目好有營養，聽完成個人都生猛晒啊！各位觀眾，你哋而家睇到呢條片，證明咗一樣嘢，無聊唔係，嘥 data 唔係，唔使估啦，我可以即刻答你，係緣分。今日見係你，我私人醒啲好嘢過你啊！出面冇㗎，係熱血時報先有，就係呢個 The Crazy Ones 神七企劃世界巡迴篇。多年嚟，我哋立足香港，訪問過大大小小本地出色嘅設計單位。今年係時候衝出國際，而呢個計劃嘅第一站就係台灣。我哋計劃訪問當地知名玩具設計師、平面設計師、電影人，又會去設計學校帶大家睇展覽。點解要咁做啊？識諗都知，創意產業對成個社區嘅文化同埋經濟發展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。虛實地取經，將我哋最好嘅嘢帶翻嚟俾香港觀眾，就係成個計劃最大嘅價值。係咪覺得好有意義呢？咁要點先睇到啊？呢樣嘢就要靠大家支持啦。由你睇完呢條片嘅呢一刻到4月30號，只要你課金俾 Toby、Ray 或者文健，呢度幾有型啊！扣除熱血時報嘅行政費用，其餘全數將會進入《The Crazy Ones 世界巡迴篇》嘅企劃基金。上到榜嘅話，慳住使都去到台灣，製作到大概5集嘅節目。如果上到神七啦，再去埋其他設計大國又點玩啊？平日你哋去到外國，機票住宿飲飲食食幾千蚊走唔甩㗎。而家最低消費100蚊，只係100蚊，你就有機會安坐家中，見識到外國嘅創意產業。而呢啲內容係你去旅行都唔一定睇到㗎。更加緊要嘅係，你有份幫忙製作呢個咁有意義嘅計劃，你仲等乜嘢啊？The Crazy Ones 神七企劃世界巡迴篇，多謝各位支持。